习惯食甲死后才会硬才袂讨趁手。这款有款有色目睭洗伫头壳顶悬唱，这款本色再传长去乌台湾煞少啊！理所当然下面笑，你别真正突然啊！干！这拢是阮的心肝捏着乌，前生活伫倒面思想无善良，人生头工经了民众食了无电讲无量，所以拜食千岁处理才会无正常啊！啥物政府着有啥物款的变主欺负，有国体体紧声紧宗教，搁紧自由，无民主紧历史，紧说应甲脱后事。只要皇帝欢喜欢富，贴贴你的厝。放心，做啥物因一定有报应，存啥物心享受一定受认知。这就是人生秩序，各种正面对付，看是文啊武啊，反映我是家父。大天顺手，公营世家。乒乒乓乓，规庄头拢是炮仔声，了无几怪，也甲无半只。